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微寶樂視頻。今日帶大家整呢個日式照燒醬烤石斑魚。首先準備石斑魚一條約500克嘅，醬油呢就4湯匙，料酒呢就2湯匙，蜂蜜同糖2湯匙，味淋2湯匙，蒜末1瓣，薑末1小塊。配菜又可以一啲青葱或者芝麻嘅。咁呢，首先大家先呢將嗰啲石斑魚清洗乾淨，去除內臟同埋魚鱗。可以將選擇好嘅魚切成幾段，方便入味。就做一啲照燒醬喺一個大碗入邊呢，將一啲呢醬油啦、料酒、蜂蜜或者糖呢、味淋啦、蒜末同埋薑末混合好，呢個就係你嘅照燒醬啦。醃製好嘅魚身，將切好嘅石斑魚放喺一個大碗或者袋入邊啦，倒入調好嘅照燒醬啦，確保魚身均勻。裹喺醬汁上面醃製30分鐘到1個鐘，以便入味。咁呢，將烤箱預熱，醃製過程中將烤箱預熱到200度。喺烤盤上鋪上貢培紙，將醃好嘅石斑魚放喺上邊。咁呢，可以喺魚身上擦一些剩餘嘅照燒醬，增加風味。跟住呢，就將烤盤放入預熱好嘅烤箱中，烤約15到20分鐘，或者直到魚肉熟透啦，表面微微上色。如果喜歡更加焦脆嘅外皮，可以喺最後嘅5分鐘呢調高溫度，或者開啟烤焦功能。烤好之後呢，將石斑魚取出，撒上葱花同埋烤香嘅芝麻裝飾，即可盛盤。俾啲小貼士大家啦，可以根據個人口味呢調整一啲蜂蜜同埋糖嘅用量。如果想要更豐富嘅風味，大家可以加入一啲胡椒粉或者辣椒粉，配搭米飯或者時菜響樣就更加好味啦。記得點讚同關注我哋。